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 channel 啦。嗱，咁而今次咧就係呢一個1年1度嘅中華國標國潮店慶大優惠。咁唔知道大家之前有冇睇啱一啲飛亞達嘅手錶呢？而今集所介紹俾大家呢個飛亞達款式咧，唔知道就係咪大家心水嗰一隻呢？今次介紹咧就係飛亞達火星500天然嘅灰色隕石面，而錶殼嘅直徑咧就係41mm，而錶殼同埋錶帶咧就採用咗316L嘅不鏽鋼。錶殼設計利用咗多面切割八角形拉絲同埋倒角打磨嘅處理，咁而錶盤就利用咗呢一個天然嘅灰銀色隕石面，有住特殊嘅紋理。嗱，咁而刻度上邊嘅3點、6點、9點、12點同埋時分針咧，都加入咗呢一個夜光嘅塗層。3點位置都帶有呢一個日曆嘅顯示。而機芯方面咧，就使用咗飛亞達自家獨有嘅自動上鏈機芯。而成隻手錶望上去嘅厚度咧，就只得11.3mm，屬於係比較薄身。而錶底嘅底蓋咧，就壓有火星探測車同埋火星與地球表面嘅圖案，仲有呢一個火星500嘅標誌。之後就有飛亞達嘅航母系列黑鋼色同埋呢一個航母鋼色。機芯方面就採用咗自家獨有嘅自動上鏈計時碼錶機芯。喺錶盤上邊有噴砂嘅處理，望落去咧就有少少嘅粗獷感。刻度設計咧就帶有呢一個阿拉伯數字，4點位置就係呢一個日曆嘅顯示，小秒針咧就係呢一個9點嘅位置。咁啊，基本 multi function 咧都完全具備晒㗎啦。咁再加入咗呢一個計時秒針尖端有一個特別利用咗中國紅嘅戰機作為點綴。咁如果大家係特別中意一啲錶盤帶有多功能顯示嘅錶盤嘅話咧，咁而呢一款咧就一定係最佳嘅選擇。同埋喺市面上咧都應該比較難揾得翻飛亞達呢一款手錶噶啦。咁我哋再睇睇呢一個錶底嗱，咁而錶底咧就壓有5星同埋呢一個戰機嘅圖案，令到成隻手錶咧就帶出咗呢一個空軍嘅氣勢。嗱，以上所介紹嘅飛亞達款式咧，裏邊嘅優惠，大家不妨可以直接聯絡翻我哋嘅門市同事，咁就係52122516，或者係直接去翻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裏邊咧，就可以詢問翻有關嘅詳情，或者係了解下其他唔同嘅呢一個店慶大優惠裏邊嘅一啲款式。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